最后最后。大钱，别人啊若开嘴，是金言玉语，阮定定甲阮水。碰讲会出代志。他自己要唱那种改的词的时候，他就会先偷笑哎。可是唱的很好好哦。，阮定定加润顺，碰讲会出代志。这去挂疑心哎。所以讲人啊，定定加润顺，你就知你碰讲无好。身体虚肾衰。咱敢定定加润顺。人无啦。好，谁可以唱出遇正确的？见跟周莹。啊，周莹。阮若是假讲话，那连咪就出代志。哦，哎，可是我觉得是加润顺比较好。对啊，感觉真好。好，秋凤来继续。过阮的路途时，拄着歹陪你。当时好命囝，阮是咧做兄弟。我的魂叫做你去，现在甘我心不由己。你们好残忍，改在音最高的歌词上面。对，放阮的婚叫做你去。我的呀叫替阮去，现在甘我心不由己。好，继续第二段来。别人爱的性命是黄金古包银，阮是北港人，就是嘉轩。好，别人的性命是黄金高包银，阮是北港六笑死。记得好啊。好，好，多几张。得志。哎呦，大家都在学，你看看。好，我的性命对，一定要这样才唱得出来。大家都会模仿一点蔡秋凤。蔡秋凤林峰诸葛亮是模仿排行榜前3名哎，真的，真的大家都会来一点了，对啊，对呀，诸葛亮连小贤都会模仿。对呀，对呀，小贤的招牌。对呀。要来吗？不，你来介绍蔡秋凤，怎么介绍？用力来，尾巴。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变玉女了吧？最后一次，不是好不好？这一集最后一次了。你好，跟我上介意，你要介绍蔡秋凤，对呀，这么欢迎今天蔡秋凤。凡哥有点像孔安。我上介意一个蔡秋凤。小贤，你模仿太夸张，人家脑筋麻痹了，你哪能模仿那种靠势？最后一次了，朱大哥真的这样子介绍，真的在秀场啊，真的吗？以前啊，对，他就介绍我上介意这个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他就是这样。你上介意这个，唔正看。好，爸爸那开嘴是金言玉语，阮若是假讲话，连咪就出代志。怪阮的路途时，拄着7、8年。怪阮路途时拄着7、8字，吼，意思讲拄着7个，搁拄着8安尼。这个是7倍呀。